裝修最技家私各自等，我哋整合裝修師傅加設計師團隊，先平面規劃，再施工改造。入戶右邊換鞋區，執鞋擺嘢展示都得。抬高做地台，連同睡房空間，入來到頂衣櫃，上面執衫褲，有好當書櫃，窗邊折疊書台唔佔地，床頭發光層板，有格調。客飯廳唔同飾面板穿插電視背景設計，懸空矮櫃簡單實用。主人房到頂衣櫃一格開放格延伸連書台，同時又可以當床頭櫃。靠窗抬高做地台，放低5尺大床墊，空間好充裕。外面靠窗位置用趟門間隔掩門衣櫃連地台床設計，成個空間通風採光。每一寸空間都值得被用心規劃，從水電隱蔽到智能收納家私，用專業經驗為實現理想嘅家。